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咱台湾第一只国造畅水艦海鯤號，今仔日特别刷柜准备即起。即马海鯤號的形体是搁在见光，会当看到有鱼雷发射管甲声音雷达等等。不过上届机密的引擎片啊，竟然是包甲暗是看袂到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嘛，搁再表示，未赶伫咧5月26日总统就任进前完工交船。 头一只国造舰艦海鯤號刷出海冲抢，搁一擺伫民眾的面頭前公開展示，放伫咧中信8號浦洞船厝，日前展開刷船的作業，拖去台船大船厝。搬刷的過程當中，海鯤號的外觀是攏看現，包括外界好奇的魚雷發射管、船體兩邊的升力，甲魚雷有標孔，攏看甲一清二楚。 不過，機密的駕駛艙普羅佩亞也是包安，不過也是吸引儕軍事迷去現場看這個歷史性的時刻。特別，因為沒有看過台灣是第一艘這支潛艦嘛，沒有看過要裸體的潛艦，因為一般潛艦都是泡在水面一半嘛。對。然後看了之後感覺蠻特別的，很開心。那當然希望它順利啊，就是整個測試過程啊都很順利啊，然後可以就是照時程這樣完成那個整個成軍的過程。真拄好的是，海鯤號佇搬刷的過程當中，還佫甲當咧做的艦艦救難艦、大武軍艦做伙出現。也若海鯤號就位了後，按照2倍會進行洗水的作業，由台船方式派人實時洗水，才會當進行後續後港的測試，還佫準備做碳氣試驗等等的項目。海鯤號正做蔡總統任內上界重要的國艦國造項目之一，甲未當趕佇5日空進前完成海頂測試，而且完工。國防部長邱國正作出回應：那現在完全按照進度在走，這個我們以安全為主啊，我們並沒有講預設哪一天完工，在測試完以後沒問題，海上測試，然後呢再交軍。針對5日空熱清朝就要就任，國軍的高層可能會有變動。傳出邱國正會甲蔡總統同進退，辦公室部分的物件已經整理好勢。針對這點，邱國正表示，伊未做任何的猜測，無接到通知進前，未有任何的動作。記者綜合報道。